原來關心俄烏戰爭，羅西亞是繼續用飛彈攻擊烏克蘭的首都基輔，因為烏克蘭那邊嘛無咧落卵，派出無人機打擊羅西亞的能源設施。不過因為馬斯克是拒絕給予烏克蘭繼續使用星鏈系統，致使這無人機受到限制，無法度擱侵入羅西亞境內。儘管羅西亞有真嚴密的防空系統，驗過烏克蘭無人機永遠有少數會通過這個防空網，成功拍到羅西亞的能源設施，讓羅西亞民眾更加欠燃料油。羅西亞的反擊是繼續擴大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加南部港口大城敖德薩加其他重要據點的飛彈攻擊。根據基輔獨立報這媒體報道，烏克蘭空軍防空單位第7個對羅西亞195粒彈道飛彈的攻擊，加內底29粒炸落，永遠有接近15%的成功率。驗過到8個了後，已經比原先的成果降低真多。對此，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是繼續真有信心，講烏克蘭會來克服困難，提升防空的能力。Ми продовжуємо роботу заради ППО для України, ракет, які необхідні для захисту життя, і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заради виробництва в Україні. 就在這時陣，烏克蘭空軍的防空單位宣布暫停公布羅西亞攻擊的飛彈，也有烏克蘭的攔截成果，以免影響民心士氣。另外，烏克蘭用當頂無人機空襲羅西亞能源設施，幾個月來成果不歹。驗過 SpaceX 執行長馬斯克已經拒絕烏克蘭要求，讓烏克蘭無多少星鏈系統導航侵入羅西亞境內來空襲。也那地面前上要緊的重點，也就是盾來刺激中北所謂的保護地帶，總共4個連線城鎮。其中的空蘇坦丁、尼夫卡大部分是由羅西亞來控制，並且準備對各方面向着出來進攻。歐洲安全家合作委員會分析指出，由 H20 號公路所連起這個保護地帶，是烏克蘭軍隊整體防線補給中心，那是讓羅西亞來控制。烏克蘭東部甲中部的限列無險要通守的飛機。公視新聞，徐嘉玲編譯。